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全地拢着对上主来出欢喜的声，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着对上主讲，你的所做到遐通行，因为你的大权能，你的对敌要降服你，全地要敬拜你，吟诗学乐你，要吟诗学乐你的名。三个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03首。圣诗203首，请起立。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做伙告别咱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外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上帝国王，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引文第5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引文伫圣经后面。启引文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道诚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同心来祈祷。慈悲疼叹的天父上帝，我要学了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的信实极大，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永远袂变。伫万人中间，你拣选阮，互阮诚做疼的教会的一份，诚做兄弟姊妹，这拢是对你的疼来的。阮知你已经先疼阮，所以阮爱疼你，嘛爱疼人。求你赐互阮彼此相疼的心，互阮会当彼此关怀、帮赞甲带导。主啊，你教示阮爱诚做世上的光甲盐的角色，特别是伫这疫情还阁未平静的时，求你借着你的道甲圣神，将你的光伫阮的心内点起来，互阮会当伫即世界将你的光发出，叫一切伫黑暗中走的人、行的人，会当借着阮发出的光甲疼来就近你，嘛会当借着阮，互阮的厝有温暖，互阮的社会有和谐，互阮的教会有平安甲疼叹。毋望世间人拢因为阮会得到祝福甲福气。主啊，感谢你，互阮有机会伫兄弟姊妹做伙学习相疼的功课，伫聚会中、伫小组中、伫服侍中，我们学习学艺，我们要享受哪服侍、哪喜乐的甘甜。求你使福木的灵伫阮的中间，甲天开来互阮，互阮享受伫你的疼中间彼此结连的美好。主啊，阮要陪伴阮的心来参加聚会，将阮的重担交托伫你的面前。伫敬拜、祈祷、听讲道的时，求你互阮会当得到把助。今日的敬拜，我要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毋望上主你的智慧甲能力进入阮的会中，以及阮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感谢主，阮诚实摆在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你
教士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书14章22节到33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18页。新约马太福音书14章22节到33节，伫台语汉语本圣经18页。伊随时逼学生上船，大生过去迄边，听候伊四散众人。四散众人了后，就家己上山祈祷。已经暗，只有伊家己伫遐。迄时，船伫海中，互影摇带，因为是对头风，暝是四更。耶稣对海面行，就群因。学生看见伊行伫海面，就惊，讲是怪物，因为惊就后叫。耶稣怜悯甲因讲话，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应伊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水面就近你。伊讲：来，彼得就对船内落去，行水面就近耶稣。总是看见风就惊，直要沉落去，就后叫讲：主啊，救我！耶稣随时伸手牵伊，讲：小信的人，请需摇移。因上船，风就停。船内的人拜伊，讲：你真正是上帝的囝。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放心，是我，毋免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最近是毕业的节期，真侪人对学校毕业准备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拄啊好，今仔日咱所读的14章，嘛是耶稣传道生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这个学生也在面对毕业前的准备。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14章的进程，耶稣是非常的低调，伊医治人，但是禁止人去宣传。伊甲经学师、甲法利赛人有几啊届的交手，但是遐个场合嘛伫伊的控制下面。毋过14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危机发生，就是惊死的约翰互抬头。为什么讲这是一个危机呢？因为耶稣甲惊死的约翰毋但有亲情的关系，并且因两个人拢是咧传悔改的信息，也因的信息甲一般的经学师、法利赛人无共款。所以，无论因行到倒位，拢会吸引一群愿意跟缀因的人。所以，希律王若伫杀死这个惊死的约翰了后，一不做二不休，嘛顺续将耶稣杀死的话，对希律来讲，规个犹太地区就太平，也袂有百姓会去受到约翰也是耶稣的影响。但是，就伫这种时阵，耶稣伊无去避风头，伊是退去旷野祈祷一段时间了后。第14章，咱看见耶稣无阁低调啊！伊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个人食饱。5000个人，无加上妇女甲囡仔，这已经是小巨蛋的规模，一点都不低调。另外，第15章，耶稣带学生去到这外邦人的所在，伫遐医好真侪外邦人。外邦人呢，是犹太人看做污秽的人，这嘛违背犹太人的律法。但是耶稣怜悯因的需要。第16章，耶稣问学生讲：恁安怎看待我？彼得回答讲：你是基督，真活上帝的囝。彼得的人性非常的特别，伊直接讲出耶稣的身份。这若是以前，耶稣绝对会叫因讲：你毋通讲出去。但是即摆耶稣不但无阻止，并且佫用彼得的回答来做基础。教导这学生讲，伊了后会上耶路撒冷，会受害，但是第3日会过活。虽然看见伫惊死的约翰牺牲了后，耶稣的事工反倒是规个拓展出去。我想，咱若伫做学生的时代，咱上惊就是迄种不按牌理出牌的老师。毋管这个老师教了有偌好，这个老师有偌出名，上好这个老师伫学期一开始。就甲咱讲清楚，伊伫这学期伊要教什么，伊要考什么。咱上惊就是老师讲，我即摆要随堂考啊。所以即群跟缀耶稣的学生，
有可能因伫当时嘛又无讲到底咱的老师是咧想啥咧，甚至因嘛认为讲咱的老师应该爱去避避风头啊，哪会当伫惊说咧约翰互抬头的时做一寡遮惊天动地的代志咧？另外，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耶稣行伫海面的经文，是发生伫大风涌的情景。同款的情景嘛发生伫第8章。伫第8章的时，迄时耶稣甲遮个学生共坐船，但是突然间大风涌发生，遮学生惊甲紧，将这个困伫船底耶稣甲叫起来。迄当时耶稣虽然讲恁遮个人乃真小心无胆。但是耶稣嘛保护伊的学生，命令风甲海涌马上停止。所以今仔日的情景嘛有可能互学生想到迄天的情形，但是差别在伫即摆耶稣无伫因的船顶，因为20甲咱讲，伫互5000个人食饱了后，伫遮的学生款好势了后，耶稣就逼因上船，这真奇怪。一个遐尼大的场面，这学生毋是应该留落来，有事弟子服其劳，甲耶稣斗相共吗？但是耶稣较无留学生伫伊的边仔，甲伊斗相共，反倒是逼因上船咧。耶稣这作为，甲伊的学生一开始的时，这个学期一开始的时，是非常的无共。为什么耶稣会安尼做？耶稣知影伊的时间到啊！耶稣知影伊的使命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第14章进前的耶稣，敢若是伊服侍的一个序曲，亲像耶稣伊呼召这学生，伊嘛真侪人伫遐讲譬如。14章了后，就开始进入耶稣服侍一个高峰，就是伊准备受死。所以咱看第16章，耶稣几啊届。就有甲学生讲伊家己会受难的代志，所以咱会当讲14章进前，这学生就亲像是新生入学，因什么拢袂晓，所以耶稣陪伴伫因的边仔，循序渐进来教导因，开因的目睭，甚至替因解决问题。但是当耶稣来世间执行伊为着人死的这个任务，这个日期渐渐近，伊知影。或者学生的训练课程嘛爱改变啊，这个强度嘛爱增加。所以因为耶稣上天了后，是这学生因家己爱去承担见证上帝国的责任。所以因的训练若无加强，继续用瓦赖的心态，是无法度长大，是无可能承担遐尔重要的任务。所以耶稣逼因上船，伫这逼是勉强的意思。这时的耶稣，伊想的毋是要保护学生啊，伊想的是这学生减赶会赴这场伊用心规划的毕业考试。兄弟姊妹，这嘛是咱爱来思考的问题。咱拢期待咱信耶稣了后会一帆风顺，什么代志上帝拢保咱平安，一路就冲去天堂。这就好亲像耶稣的这学生。伫因其中几啊位是掠鱼的，伫因今仔日坐船的即个海，嘛是因以前掠鱼的场所。因嘛非常了解即个气象的变化。伫因群体耶稣了后，也有耶稣伫因的身躯边陪伴因，所以可能因认为因即个团体就甲所有当时老师带学生的遐个团体同款。甚至因群地耶稣是会当医病赶鬼，会当用5块饼2尾鱼，互遐尼侪人食饱。无一定这学生因内心期待讲，哇，有一日我嘛会出名。所以虽然现主时耶稣逼因上船，但是应该嘛袂有啥物代志会发生吧？嘛应该甲以前同款顺时吧，一切都很美好。但是人生敢会无风涌咧？这学生想嘛想袂到，讲第2摆会拄着风涌，是因家己爱去面对的。伫经文内面也讲着讲，这学生所坐船是伫海中，
但是这毋是海，这是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湖，嘛有人称伊是吉尼撒勒湖，也是提比利亚海。这个湖毋是讲真大，平常嘛真平静，但是因为地形的关系，若有风对悬的所在吹过去的时，这个加利利海就会起风涌。咱想看觅，伫半暝啊，乌暗暗的时，若拄着风涌，是偌恐怖的代志。但是这嘛亲像咱的人生，伫想袂到的时，危机突然间就出现。但是，当这学生伫海涌中间奋斗，当咱伫困境中间滚浪的时，耶稣对山顶行往海边，行往得要并过去的船，嘛行往爬袂起来的咱。耶稣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这个是我应该互咱，这个是我是用 "is me", "is I", "is I"。互耶稣是用 "is I"。咱若回答讲是我的时，咱应该是啥？是讲啥 ？"is me"。所以耶稣讲 "is I" 是不成文法的。毋过这较互咱想到，伫出埃及内面，上帝向摩西介绍伊家己的事，有讲啥？我是主人宜人呢，我是自由拥有的。伫遮上帝嘛讲 "I am who I am"。然后介绍了后，上帝差遣摩西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虽然摩西迄当时要真惊，但是伊知影这位上帝毋是人的手所做出来的一个神，是大有气力的神。另外，耶稣嘛伫其他的场合，伊想要显明家己的身份的场合，嘛用爱这个字。亲像耶稣互掠去大祭司的面前，大祭司问伊讲：“你是毋是基督？”耶稣嘛讲爱来讲我是。伫受掠迄暝，当掠伊的人来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耶稣嘛回答讲：“我就是，嘛是用爱，伊毋是用 me。”并且当耶稣讲我就是的时，圣经甲咱讲，所有的人拢倒退路，并且跋跋倒，因为显明讲即句话是万权能的上帝。另外，伫耶稣国外显明互学生看的时，爱学生问伊，确信伊是国外的时，耶稣嘛是讲是我，英文是讲 "It is I"， 所以拢是用大写即个爱。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耶稣讲 "It's I"， 就是要互咱知影，即位会当控制海涌的，就是迄位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的上帝。咱知，但是遐学生敢毋知？当然，迄当时的学生毋知，因为伫马可福音同一段耶稣行伫海面的即段经文后面有补一句。讲当时这学生，佮对耶稣互5000个人食饱这件代志，因要是非常的无知，因无法度明白耶稣的身份。所以咱看起来，面对这场的毕业考试，这学生应该是无法度毕业吧？因为因竟然连耶稣嘛认袂出，为什么认袂出呢？是毋是因对耶稣有错误的期待甲认捌的？是毋是因认为耶稣无可能伫海涌中间来出现的？所以这显明讲，这跟对耶稣已经一段时间的学生，因对耶稣的认捌，因的信心拢无够强，所以因无法度将第一届伫海面拄着风涌的经验，甲因今仔日的经验结连做伙。因已经袂记讲，伫第一届的时，耶稣是安怎命令这个风涌停止。所以，当因看到耶稣行伫海面，挖滚因的船的时，因想袂到的是耶稣，因惊甲伫遐叫讲是怪物，是个鬼怪。这看起来非常的荒谬。跟对耶稣一段时间的学生，哪有可能认袂出耶稣？但是，这敢无可能发生伫咱身躯顶呢？咱遮人比遮学生较有优势的是，咱有圣经通读。咱知影讲，即个爱大写爱是啥？是大权能的上帝。
咱嘛知影讲耶稣所行的信仰，耶稣传的上帝国的真理，咱拢对圣经读会着，这拢藏伫咱的头壳，咱的理性。但是咱若无坚固，伫拄着艰难的时，对耶稣的认捌，对耶稣的信心，真紧就烟消云散，什么拢无去啊！伫迄当时，咱就惊吓，甚至连徛伫咱面头前的耶稣，出现伫咱面头前，耶稣的作为，咱嘛看袂清楚。所以兄弟姊妹，咱爱对咱所信的有正确的认捌。伫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一本非常好关系苦难的册《同你患难与共》，伊是用上帝的健身房来形容苦难。我想咱中间有的兄弟姊妹会去健身房，是去找教练来帮助你锻炼。伫健身房的内面，咱爱将平常时会当暗藏咱缺点的衫脱落来，换去你迄个下身的运动服。但是，一换上迄个一下身的运动服，就将咱的身躯的缺点、咱身材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伫教练伫人的面前，大家拢知影讲你有游泳圈，但是你平常可能你穿一寡衫会当安看。这就亲像咱伫顺利的时，咱的品格，咱做人会当创甲真好。但是当困难、当麻烦一来，咱就进入这个上帝健身房，咱的歹脾气、无诚实、骄傲，完全来暴露出来。但是好佳在，咱有一位完美的教练，伊会伫咱需要加强的肌肉顶面放一寡压力。亲像讲，咱若心肺功能无好，咱去健身房，教练可能会叫你去走跑步机。虽然这个教练袂叫你走过头，但是因为咱习惯平常是坐伫碰椅看电视、食物件，无爱叮当，所以一开始教练叫你走跑步机，你可能互你上气不接下气，感觉家己得要死啊！但是当咱锻炼一段时间，有一天你会感觉讲，我爬楼梯哪袂喘嘞？你原本迄个无力的骹甲心脏，拢变臃肿啊！但是有一个现实就是，毋是所有的苦难拢会互咱成长。有的代志发生，甲无人会当解释为什么因会存在。亲像咱真无法度想象，伫即个世纪21世纪，也有人会枵死，也有人有无清气的水啉。咱怀疑为什么伫即个新冠肺炎、乌克兰、苏俄战争会死遐尼侪人，其中大部分的人是无辜的人，也是有可能咱家己伫发生困难的时，咱家己嘛无法度明白，嘛看袂出即个苦难到底对我有啥物意义，会带予我啥物成长。咱对苦难无一个解决，无一个解答，所以即个提摩太凯勒牧师讲，唯一会当对抗的方法，就是伫苦难来临之前，咱家己爱对圣经、对基本信仰伫讲什么，爱有清楚的认捌，并且咱来建立一个稳定的祈祷生活。伊就引用一个何顿即个神学家所讲的话，伊讲：明白上帝是啥，咱是啥，以及上帝伫创造、立理甲救赎中间的道路。这对伫咱生活中的试炼来讲，就亲像是备办要考法学院的一个入学考试。咱考这个试，咱备办要考试，是为着咱要从事法律业。神学是真严肃的代志，准备这方面的考试，毋是头壳的一个佚佗的物件，伊是关系生甲死，伊关系咱好好啊活，好好啊死。这个提摩太凯勒牧师勉励读者，伫困境来临的进前咱就爱认捌，爱去掠条这个教导。因为当你受困伫困难中间，
你就无时间，你嘛无心情伫遐查考圣经啊。伊嘛用伊牧会40几年的经验，伊讲伊看过真侪经历困难的人，毋是因特别坚强，是因为平常时因就对基本信仰伫讲啥物，因有清楚的认捌，因备办好家己的思想，所以伫困难来临的时，因就会当勇敢倚靠即个对死搁活的主耶稣来面对遮个挑战。伫差不多200年前，有一个传福音非常厉害的人，叫做穆迪。差不多有100万的人是因为伊传福音来信主的。但是，这个穆迪细汉的时，伊的家庭非常的丧凶，因为伊的老爸早就过身，因兜拢总有10个囡仔爱食饭。所以，这个厝边也是亲情，拢劝伊的老母讲：“哎呀，你将几个囡仔送互人啦，你的日子会较好过。”但是要送倒一个咧？每一个拢是老母的宝贝，哪甘送互人咧？所以，这穆迪的老母就在要困的时，照常伊每一天的灵修，伊拍开伊的丈夫唯一留落来物件，就是一本圣经。伊读到耶利米书第49章11节，就将你无爸囝放下地，我要保全因活，你这个寡妇也着倚靠我。穆迪的妈妈跪倒祈祷讲：主啊，你既然讲你会保全因的性命，我就倚靠你。所以，伊将这10个囡仔非常辛苦养饲大汉。穆迪排第6个。伊的老母伫困境的中间听主的话，的结果就是穆迪互主使用，并且穆迪互侪侪人的性命来得到主耶稣。伫风影中间听主的声，认主的作为，会帮助咱安心交托。特别咱生活伫一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风影不时特别安看咱。但是耶稣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It's me， 毋是 It's me， 是 It's I， 大写的爱，是上帝关灵的上帝的爱。既然风影要伫地，虽然咱的信心要真实，虽然这个困难看起来好亲像是我家己伫面对。”但是主耶稣惊咱，伊讲 It's I， 毋免惊，伊要陪伴咱。所以咱搁转来看这段经文，这学生的考试看起来敢若无合格，应该留校查看吧。但是接续落来经文，较互咱看出上帝伫人看做失败的代志中间显明伊的心意。28节到31节是咱非常熟的彼得，伊搁一摆显出伊甲其他的同学真无共款的所在。彼得互咱的印象就是一个爱出头、做啥物代志拢冲第一、袂去考虑后果的人。所以嘛，因为安尼，咱伫4本福音书内面看见伊的记载是比其他的人搁较侪。特别是今仔日这段耶稣行伫海面的记载。这段记载伫马太福音、伫马可、约翰拢有出现，但是只有马太福音记录彼得也想要学耶稣行伫海面的故事，所以今仔日只有马太福音有记载彼得的这段故事。当彼得听见耶稣讲“安恁的心是我，毋免惊”。彼得随时讲：“主啊，果然是你，就命令我行伫水面就近你。”对这来看，彼得甲其他学生同款，伊无认出伫伊面前的就是耶稣，因为伊用的是 if。主啊，如果是你，伊毋是讲主啊，你紧叫我来行伫水面吧，毋是伊讲如果是你的话。所以伊毋知影，伊甲其他的人共款，无确定即个就是耶稣。但是彼得的请求非常的反常。咱来想象，伫大风影的内面，
彼得应该是讲啥？主啊，如果是你，求你亲像顶一届共款，命令即个风甲海涌停止吧。主啊，如果是你，求你互阮紧紧平安上岸吧。但是咱看见即个彼得甲伊的同伴无同调，一点都不同调。伊仰望是会当甲耶稣共款，但是耶稣嘛无因为伊的回应来笑伊、否定伊。反倒耶稣对伊提出要求，讲来。所以伫遮有无共款的解经家对彼得的反应有无共款的解说。有的人讲彼得用"如果是你"，表示讲，这甲耶稣伫旷野受到魔鬼试探，魔鬼迄当时嘛讲，如果你是上帝的囝，有神学家讲，这两个是共字，所以表示彼得根本无相信。但是嘛有另外一派的神学家讲，彼得伊不但相信，并且伊仰望搁较深的相信，所以请求耶稣，互伊有安尼一个经验。会提出安尼遮个解说，两种完全无共款的解说，就是仰望咱毋免一直坚持倒一个答案才是正确的。因为当咱看见彼得，伊一摆搁一摆的冲动失败，即个彼得。嘛是咱每一个人会惊呢。咱甲彼得共款，会因为个性，也是咱信仰的深度无共，来做出无共款的决定，甚至是一个失败的决定。所以咱毋免对彼得有太侪批评，因为若是咱，有可能连提出安尼邀请，拢安尼请求，咱拢毋敢提出。后来，咱就伫即个海涌摇摇海海中间，咱看见彼得离开船，踏出伊的第一步。但是，当伊看见即个风涌真强，一惊得要沉落去啊！伊叫讲："主啊，救我！"咱看见彼得伊无失败到底，伊知影伊伫上危急的时，爱及时掠掉耶稣。伊叫讲："主啊，救我！"这是一个上帝的祈祷。耶稣伸手救伊，救伊。所以对遮咱会当看见彼得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每一届跋倒，伊拢紧紧爬起来，并且每一届失败，伊甲耶稣的关系就哪来哪近我。亲像咱印象上深的一段经文。就是彼得3摆毋认主耶稣，这实在有够害呢！一个学生哪会当否认伊的老师？但是咱看见，当伊想到耶稣已经甲伊讲这个代志一定会发生的时，彼得规个醒悟过来，伊哭出来。你叫一个犹太查甫人伫人面头前哭，这哪有可能？但是彼得痛哭。伊哭出来，这个哭毋那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反应，这个哭是一种认罪，是一个极大的忏悔。所以咱看见了的彼得，伊真做是一个报道家，伫迫害非常严重的时，伫误顺这真侪人自责的时，彼得徛起来宣告伊的信仰。这段经文有一个真奇怪的所在，就是彼得甲主讲，互我行伫水面。马太福音的作者嘛讲，彼得行伫水面，但是若是耶稣，拢是用耶稣行伫海面。我想马太福音的作者有伊特别的意思，若无就袂有水面甲海面两个讲法。有一种解说是讲，彼得行伫水面。因为伊看的就是伊的脚所踏的迄片的水，是有限的水，这证明伊的信心非常的细，细甲亲像伊的脚盘遐尔细。所以耶稣才会对伊讲：小信的人，啥事摇疑。耶稣讲小信，毋是讲伊踏第一步就行甲发救命是小信。耶稣讲伊小信，是因为伊敢若看家己的脚。伊毋是看迄个掌管规个海洋的耶稣，
兄弟姊妹，这嘛咧提醒咱，上帝创造咱人类，毋是爱咱去面对解决所有的问题，伊是爱咱用迄种亲像囡仔聚焦伫老母、老爸迄款的注意力来仰望伊。因为咱若干那看家己的问题，也是看环境的变化，咱的信心真容易来消失。但是，当咱自身看耶稣，当咱看见掌管一切的主，虽然咱的信心非常的小，但是咱就知影，毋是我伫面对这个问题。这会帮助咱产生一种超越咱的理性、超越咱的经验、进一步的信心、跳跃的信心。有一个囡仔，伊足望想要成做一个音乐家。所以，伊就去找一位真出名的音乐家，求伊来收伊做学生。这个音乐家非常的年老啊，所以伊感觉讲伊要退休啊，伊无爱想要收任何学生。毋过，当伊听这个囡仔弹奏了后，伊发觉讲这是一个可造之材，所以伊就收伊做学生。伫接下来的日子，伊将伊全部的精神拢放伫来教即个囡仔安怎来弹钢琴。有一天，即个老的音乐家讲：“囡仔，你学成啊！”所以因就去组一个大音乐厅，并且公开宣布要举行弹奏会的消息。大家拢听讲即个老音乐家收学生，安尼即个学生应该是非常优秀。所以伫迄天，真侪人来，规个音乐厅拢坐满满。即个囡仔真正弹了非常非常的好，大家谱仔声嘛不断响起。到伫最后，上尾章的弹奏，囡仔较无将伊的目睭放伫遮欣赏伊、期待伊弹奏的观众。囡仔将伊的目睭放伫迄个坐伫顶面伫遐看伊的老师的身躯顶。迄当时，伊的老师甲伊点头讲：“囡仔，你行伫正确的路，就继续落去吧，就安尼继续落去吧。”今仔日耶稣嘛伫天顶看咱，伊爱咱将目睭放伫伊，毋是看人，是看伊。当咱看伊，就知影眼前的风景是要造就，是要互咱产生一个毋是靠家己的信心。主看的毋是讲咱的信心有偌大，主仰望是咱每一步会当紧紧看伊。较毋是一直看家己迄个有限的骹步。伫创世纪13章15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你所看一切地，我拢要互你甲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但是亚伯拉罕若无踏出第一步咧，伊所看的永远是伊的目睭迄个有限的看见。所以，咱嘛应该用对上帝的信心，勇敢踏出迄个第一步。就亲像摩西伫当时的百姓，搁一摆来宣告上帝应允的时有讲：“既若恁的骹掌所踏的地，拢要归互恁。”咱若无踏出第一步，咱是要怎看见咧？所以，仰望咱踏出咱的信心无够野迄个第一步。主啊，我只是一个小信的人，我信心无够野，但是我勇敢踏出迄第一步，咱就要看见上帝大个奇妙的作为。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无弃嫌阮是软弱的人，你无弃嫌阮的信心真软弱真细。你又愿爱阮伫生活中间去经验你是大丰富全能的上帝。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勇敢踏出迄个第一步，互阮无因为环境，无因为阮的个性的问题来受限制，互阮相信主你伫引带阮，是你伫掌管。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掀开手部。
来读今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因为阮得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为阮得行是对神，毋是对所看。哥林多后书5章7节。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14首，614首，请起立。请坐，请徐同庆执事、廖穗芬执事负责奉献。
请起立。请坐。请看周报205页，消息报告。今日是本教会小组事工主日，请兄弟关心代祷，并且选择适合的小组来参加。第二项，今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苏旗花莲庆丰福音队第2摆的筹备会，请队友参加。第三点，请兄弟到1楼摕2022年7月到9月圣工事奉表，加新安宫的读经。第4点，小会通过松山教会建堂建筑师评选暨建筑规划案评选办法已经公布伫公布栏，也是扫描 QR code 拢会使，请兄弟关心代祷。奉献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后礼拜成工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互咱今仔日是小组事工的主日，所以咱即时嘛请主任长老来报告咱的小组的介绍。大家平安。今日是小组主日吼，要利用几分钟来介绍即摆的小组吼。下一页。首先是异乡小组吼，因是咧拜六12点到2点来聚会吼。因聚会正正有主餐哦，所以异乡长老兄儿执事逐摆拢会准备很简单轻便好吃的物件吼。然后因诗歌欢唱吼是那个中正长老吉他王子老王子吼来伴奏因提他活泼的生命吼上次讲到的分享吼还有代祷分享因的特色吼就是饭好吃，唱诗歌有吉他更有感吼大家分享热络，感情好吼。来下一页。下一页是小儿小组吼，因是咧礼拜11点吼，就是第2场的礼拜时间吼。因会唱圣诗、读圣经、分享代祷。因为因感觉台语圣诗真好听，平常第1场礼拜咱会唱，因咧聚会的时阵因嘛会唱哦，吼，所以这是因的特色。在小组当中也会分享见证，彼此鼓励，彼此代祷，更认识彼此，更像一家人吼。今日的读经哈，就是秀儿小组的静雅姐哈，或静雅姐哈。来下一页，民旗小组哈，这是咧礼拜9点半到11点，就是第1场礼拜时间哈。因他们是读每日新眼光，分享代祷哈。所以第1场礼拜有用的会友哈，其实都会使去参加。疫情趋缓之后哈，大家都会使去参加哈。民旗小组，来下一页。美丽养小组，这是1个月1摆，是利用线上，他们会读，每次都读不同的经文，那会前大家把问题写出来，然后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分享，牧师有时候也会帮我们解惑，这个特色是属于青壮年小组。读经讨论为主，育儿工作也是分享的重点，所以会花时间在讨论这些，所以这个是美丽养小组。再来下一页，敏素小组
这小组主要是民宿界的朋友，拢是慕道友，那他们每个月聚会一次，从106 5月4号到现在已经50次了，真无简单，那他们会分享圣经节，然后会讨论，然后生活分享。那民宿小姐一直都有很棒的老师不过老师因为没有办法继续带领，那他们从什么被呵护，进而自立自强，所以现在还是继续有聚会很棒好，下一页。四维小组那这个是在每周日的11点然后他们会阅读育儿的书籍，然后分享主日学服事的心得经文跟讲道分享。那这个特色主要是他们是主日学学生家长或者是主日学的同工，所以小组分享用圣经的原理教育孩子及建构有爱的家庭那因为在疫情当中就是用线上聚会所以这是4位小组。好，下一页是慧婷小组，你看好美丽这相片。那这个主要是礼拜4但是疫情期间我们还有就是中大暂停期间也暂停好，下一页。幼春小组那这个是礼拜1的早上那但是也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真的是很大的影响那也期待疫情赶快趋缓然后小组能够恢复好，下一页。好，那这个是广告时间就是说想要招募一个新的小组，那时间未定，内容也未定，只是想先招募小组员，所以有兴趣的人会当来到报名组长是我，主要是电影小组，希望大家会当做会看电影，做会分享然后信仰跟电影议题的分享，还有带导所以欢迎电影爱好者会当跟我报名好报告到家那诚挚欢迎大家选择适合的小组参加，来享受组内兄弟姐妹交流的甘甜。以上，多谢。好，咱嘛直接呼吁其实疫情嘛渐渐趋缓咱会爱习惯转来做礼拜若无咱真频段教会是训练会当除去咱贫惰一个所在所以望讲咱会当转来做礼拜，也是咱各小各组嘛会当恢复聚会因为咱已经讲因疫情而影响，已经讲得要2年所以这个咱应该习惯所以嘛是爱互咱会当渐渐恢复正常的聚会甲小组。好，这是咱嘛来请庆仁长老来报告这个建堂委员会所做的这个建筑师的评选甲建筑规划案的这个说明。
收集了后，咱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审核。这初步的审核就是对这个咱建堂委员会的顾问，还是建堂委员会建筑小组的成员代表来指定来做这个初步的筛选。啊，当然，伊爱提供的资料就是伊的事务所的名称啊、成立的日期啦、伊的组织啊，还是伊的开业证明啊，啊，甲一寡迄个建筑师公会会员证诶，即个影本哦，啊，伊也爱介绍伊的事务所简介，啊，甲伊到底做啥物款的业务，啊，主要的客户。第三就是有一个规划隔证，还是讲免证的即个案例，啊，即个等下有3页的介绍来大概说明讲啥物叫做免证，还是讲啥物叫做隔证哦。啊，咱将譬如讲有20个报名，还是讲15个报名，咱经过初步第一阶段的筛选了，咱将无合格的先甲剔除，哦，啊有合格的，比如讲有10个合格，咱就将伊的优先顺序甲摆出来。这优先顺序摆出来了后，经过这个建筑委员会的确认。过来经过小会的确认，啊，这个表，哦，这几位就是，譬如讲到尾会选5位，还是选3位，至少爱选3位的建筑师，再过来进入到第2阶段的这个所谓的再下来吼，啊，这个当然再往上一点吼，就是讲这个顺序，这个名单吼，袂使伤过少。哦，是袂使伤过少，就是对，不是啊，应该是啥？往上来往，就是下一页了，下一页的意思。对，往上对，这样叫往上啊。对讲，现在总建筑师的人数仅30%，袂使讲敢若剩5%，还是剩10%哦，还是讲前10位哦，上最差不多10位了哦，啊，袂使减。不能少于3位，哦，建堂委员会决议，再个小会决议，下一页。这个就等于第1阶段的这个名单顺序拢摆出来了后，咱就另外有成立一个评选小组，这叫做建筑规划案评选小组，就是开始真枪实弹啦。咱过1、2礼拜，咱会甲咱兄弟来报告，咱过去做差不多一个半月做足侪场的访谈，即个未来教堂的需求的即个访谈的结论的报告。对迄个报告内面呢，就是讲咱将咱教会以后要起的礼拜堂，咱需要啥物物件？重点啦吼，重点。嘛，毋免讲甲讲哦，一楼爱3间别墅，毋免讲甲遐哦，就是讲较重大的，比如讲咱礼拜堂要伫倒，啊要像安尼哦，楼，咱讲2层楼挑高还是安那哦，就是即个评选小组拢总5位委员啦，其中2个委员就是建筑委员会来指派委员还是顾问。2位，另外呢，我要邀请外部的这个专家，譬如讲是建筑系教授，还是相关的啦吼，请3位，哦，即马就是讲，拢总5位，就是爱基数啦，爱基数。另外就讲外面的委员人数要多于内部的，所以外面的有3位，内部的2位。5位组成这个评选小组，评选小组的职责吼，就是接受咱本教会的委托，用伊的专业甲公开来对第1阶段所摆出来这个建筑师，经由实际比稿，哦依据下骹有一个评比表，哦。来做这个评选哦，再往上，再往上，
就是拄则有讲，讲建筑即个，就是讲咱小会会去已经有决议，即个教堂建筑需求，即个林工会赶紧来甲会友兄弟来报告咱希望讲会当对即个临时互会，本来是9月25日，总是时间上毋知赶会赴袂毋知，所以咱伫办法内面，咱是写伫咱临时互会，主要就是讲爱尊重咱会友大家的想法，所以咱安排这3位还是5位的入选建筑师，咱甲讲咱的需求了后，伊开始设计，开始绘图大方向，伫临时互会时分别来甲大家介绍。伫这个介绍的中间，咱这个评选小组的5位委员来做评分。另外，咱的会员毋是会友，会员，咱有一个较简单的评分表，等下会甲大家报告来做评分。评选小组所做的评分是较细节，占70%。咱会员所做的较简单的评分占30%，来综合加权。下一页。加权了后，就是同款排顺序啦。这3位还是这5位，分数最高的第1个，过来第2、第3，将这个名单呢提到建筑委员会通过了后，再来到小会决议。决议嘛是讲优先第1个、第2个、第3个，这个顺序爱排出来。当然，若决议了后，小会就委托建筑委员会甲第1名的来做这个协商这个签约的代志，包括介绍的问题。如果万一因为什么原因条文讲袂好势，还是介绍讲袂好势，就倒转来甲小会报告，小会再个变做讲再交代建筑委员会来甲第2名，第2顺位来做这个协商。下一页。这个就是这个评选小组5位委员伫临时互会听这3位还是5位报告伊的设计理念各方面了后，伊的评分表啦。评分表较大项的就是第1个就是讲这个规划设计能力占35%。第2就是整合执行能力。专业顾问整合占30%，细节我袂念啊。过来拢总有6项来第3项实际作品占15%，法规检讨占10%，市场定位、定性、定量建议5%，监管行政效率5%。这评分的这个内容就是会个详细甲做出伊的迄个。评分表过来最后一页，下一页这个就是咱会友咱会员所做7项的评选有1到5分。你若感觉这个建筑师报告伊的这个事务所规模真好，你就给5分还是4分。若较无好就是1分。加权出来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投影片往上，就是用各项给分乘以占比，然后乘以20，就是100分满分来下一页。这个就是这个拄则讲的这个要有免震、隔震的设计经验的建筑师，接下来介绍简单这个隔震，就是讲伫这个。再往上一点点。咱看这左右两边的图
左边的图是实际大楼咧施工这个安装免震器的这个图，右边是示意图，就是讲通常是伫一楼甲二楼中，一楼下面的楼层跟上面的楼层中间，来安装在每一根柱子上安装这个免震器，就是讲伊的好处咱看下一页比较清楚伊的效果就是讲，你若安装这个免震器就是亲像左边的图的左边啦就讲伊的迄个粗迄个细抓呢，就是免震器，就是地动的时迄个，譬如讲一楼伊会震动，一楼顶悬迄个免震器伊也嘛会震动，但是二楼以上呢，伊就较袂震动，共款徛直直。右边呢就是无安装免震器的，伊就地动来伊就规栋落摇，愈楼顶摇了愈厉害，右边呢嘛是这个意思，右边就是讲这个黄色的部分就是迄个免震器，地动来的时呢，地动无来的时就是像左边的图，地动来的时呢，这个免震器伊内面的结构会做这个吸震的作用。地速到互楼顶的楼上的楼层呢，它伊袂摇来摇去，下一页，这是对国家的这个资料摕来所以大概讲起来就是讲，这个耐震的情况呢，因为有装这个免震器，所以伊会当动1.5倍。譬如讲，咱一般即摆法规的大楼，就是讲耐震5级。那装免震器，至少会当耐震到7级。你莫想讲才差2级，差2级，迄是指数型的增加啦7级是足严重另外一点爱大家个报告就是讲，虽然咱经历到3级、4级，咱的拜堂看起来无啥物大的问题，除了顶面讲的5楼遐有迄个梁有稍微裂掉但是呢，其实讲起来。很多梁柱就是讲，虽然无倒啦，但是梁柱久来拢会损伤啦。特别来讲，搁较悬级5级以上的话呢，就较容易发生问题。特别你的家具、你的家电、你的内面的管线都会损伤所以伫日本这个免震是足普遍，因为日本的地震更加严重，所以这个伊的建筑物呢，通常号称是可以到80年到100年，因为伊的结构，比较不会因为地震，受到损伤。下一页，这本来有一个影片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无放互大家看，有需要再过来。过来就是讲，顶面有讲到，拄则有讲到这个教堂的建筑的需要，咱有大概有做一个这个，做一个说明啦，做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呢，就是咱对可能这2天开始，咱就会伫台湾教会公报、甲基督教论坛报、甲七星中会的网站，咱会做这个。类似广告，就是讲透过这个广告说明咱教会大概建堂的需求，然后呢，希望有兴趣的建筑师会当来报名。除了咱兄弟去介绍来以外，咱嘛希望讲较侪的管道来说明。所以咱第一个会甲咱教会意向简单讲一下，过来咱的书名。咱的发展，下一页。咱的建筑基地，咱的地号、使用分区、基地面积，咱重建的方式就是围绕重建。咱已经摕到耐震能力初步评估报告书。结构工法 RC 照隔震建筑。搁一点，要参加的建筑师有一个了解，嘛有兄弟了解。
就是咱顶面有讲到，咱隔壁单价后壁遮哦，挖即个松河街遮哦，就是讲已经互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划定为市定古迹。啊，市定古迹咱咧申请迄个耐震结构，毋是耐震，就是结构鉴定的时，咱文是先到文化局。文化局也有来回函讲，哦，你爱注意哦。虽然咱拜堂毋是古迹，总是你隔壁遐有一个市定古迹，所以你以后要设计时吼，你爱甲伊爱协调，就是讲袂使讲颜色啦，还是迄个咱讲退缩啦，弄，就是讲有点破坏市定古迹啦，爱甲伊做一个和谐的即个建筑的共存。哦，所以咱特别有写中山承载，哦，设计原则，哦，这较无啥啊。咱有希望讲，即个咱会当较环保、较绿色、较节能、较永续。另外，咱足希望讲，咱伫拄则第一张图，1885年起来2层楼的即个马街的迄个尖塔，看有啥物方法，用啥物方法。会当融入到咱新的拜堂无？哦，这个咱希望会当安尼。过下一页。哦，咱空间的主要需求，这拄则有讲，过一两个礼拜啊，会来甲咱个详细来报告咱这个访谈的结果哦。就是讲主堂2层楼挑高，有仓库型复合式多功能展演空间，开放与社区互动的空间。现代化半开放式厨房，哦，老人活动日照中心，哦，这个建筑师这遴选资格，哦，这都叫说明过。下一页，哦，缴交的资料，咱原则上是希望伫7月底，7月31日截止报名，哦，当然。万一啊，我是讲万一，然后7月31无3位，安尼就爱延长，爱阁想办法。所以咱伫遮无甲迄个日期哦写了足死的，下一页，哦，咱请郭宗煌长老来做联络人，因为伊这方面较专门，惊了建筑师要报名进前，会问足侪问题，我看咱教会也无几个。有法度回答啊，就请郭宗煌长老。所以今仔日报告这个，就是我的感想，就是讲，咱来效法这个马街的精神啦，吼，147年，一切拢是为着基督，用这个来做咱的这个标杆啦，吼。希望上山教会伫遮，诚做上山地区一个永续宣教的灯塔。所以咱毋是干那去即个礼拜堂，咱是爱将咱每一个人的心灵拢来更新，哦，透过圣神的帮助，来互咱合一心意更新而变化。以上。好，咱即时咱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宣教师来祈祷，为着暑期华人的庆丰福音队来事工来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圣心配营，为着确诊的兄弟姊妹，为着身躯欠满的兄弟姊妹，阿卡姐的龙骨，咱为祈祷。赵雄兄的骹，圣欧祭司来负责，慧玲姐、苏胜老师，明珠姐、俊行兄，秋菊姐、邱玉姐、应轩、钟贵兄、秀恩姐、志金姐、弟兄兄张老师、美霞姐、美兰姐、邓妈妈、龚基姐、陈基兄长老、阿淑姐。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郭元兄、东龙兄、丽珍、幼庄兄、李雀老师，好，为着这些事来祈祷。主啊，阮要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祈祷，阮的信心真细，阮看无头前的路，总是恳求你，互阮亲像彼得共款，勇敢踏出第一步。因为阮相信，当阮踏出第一步，主你要伸手救阮，你要扩展阮的眼界，你要互阮看见你大个奇妙的事。
主伫祈祷的事也是安尼，真侪代志，真侪肢体因的受苦，阮无法度明白。总是主恳求你引带阮，互阮伫祈祷的事顶面，搁较侪操练，互阮祈祷，互阮有愿望，互阮相信阮所祈祷的一定伫主的内面。主若合你旨意的，你会成。主恳求你引带阮兄弟姊妹，行伫信心的脚步顶，互阮每一日会当活伫主你的疼痛的中间，互阮相信主你引带阮。为着兄弟姊妹新的一个礼拜来祈祷，恳求你引带阮，无论伫阮的家庭、伫阮的工作、学业内面，拢会当见证你。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402首，圣诗402首。吟诗后，请弹幕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